叫林芷云，今年25岁，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大人，倒是在时间的演进之中，当面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时，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可以独立负责任的大人了。我的老家在高雄美浓，一个客家庄，但是我自1岁起就搬出了这个地方。现在我开始想去爬梳我与家乡与土地的关系，所以我回到了美浓，做了一些行动，想把这些事情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去想他们与自己家乡的关系。嗨，大家好，我叫芷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过年的时候是在台北过的？好，一位。那时候台北的状况怎么样？都没有人。是不是都没有人？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故乡嘛，对不对？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去。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我的故乡在高雄的美浓。然后其实我1岁的时候就搬出美浓了，所以其实我没有在那里真正的生活过，然后我也不会讲客家话。那其实每年的时候只有3次会回去我们家的伙房，就是端午节、中元节跟除夕的时候我们回去拜拜，就是祭祖嘛。那这其实是今年除夕的时候的样子，你看那么多人，这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邻家的人。那可是我开始会困惑说，这些那么多人，可是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真正跟他们生活过，然后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后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拿到了那个台北市客委会的计划，然后有4个月的时间，我回去爬梳我跟家乡、我跟家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是对家里的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觉得要重新认识这个家族，对我而言是很害怕的事情。毕竟我就是一个小女生嘛，我谁都不认识。可是我要怎么去开启这些长辈们认知他们以前在这里生活那么久的一些记忆，怎么去跟他们问起？然后像下面这是我爸，然后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参与在家族的公共事务里面。那他其实听到女儿对这件事情很好奇的时候，就也觉得啊，女儿那么有心，那就让她一起回去认识这件事情。然后我做了一张纸，就写说家族的长辈们好啊，我是谁谁谁的女儿，然后现在就是在就读那个，我现在是念台大城乡所，就是说我是想要回来重新认识这里，然后也想顺便写论文。那有没有一些老照片、老故事，都欢迎跟我就是分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人会主动跟你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因为就是一个小女生回来，他们不会理你。那其实我都是一个一个去拜访，譬如说，右下角那个其实是家里的长辈，然后真的是到他们家去跟他聊天，然后其实你会知道那些长辈，他们其实平常很孤单就是一个人在家，然后儿女都出去了，然后那他其实跟我分享很多他的儿女现在在做什么啊，然后也把他就是随着我去的时间越久，他把他家里越多藏家宝都拿出来，譬如说这就是他的来台组的时候来台的那个遗像，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文件。那中间的话，其实也是家里的长辈，他也是把家里他研究过的族谱全部都与我分享。那另外这边的话，是因为参与了美浓爱乡协进会，他们有一个美浓黄蝶祭，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就是美浓还蛮重要的一个祭典。那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志工也都住在那里，其实我也跟他们互相交流，就是彼此在美浓共同的一些看到的事情。毕竟我刚回来，可是对很多事情不知道。那如果我们青年人可以互相串流的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共同关心这地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在过程中去怎么去认识这个土地，然后认识这个地方现在在生活的人，跟他们交流，然后跟他们了解这里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的祖母在中间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其实回去守丧，就是在我们的伙房里面守丧，然后可以看到其实透过仪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了解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亲戚都会回来，然后我们大家会了解那种传统里面到底男性女性怎么的关系，比如说女性在地板上爬嘛，爬进你的伙房，然后有趣的是其实像美浓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在那边一直板的，就是很多人会来吃饭啊干嘛，其实那也是很好的跟宗族人交流的方式。那这个其实是我提出的一个现代宗族实验计划，就是趁着除夕、端午、中元大家一起回来的那个时间，你去做一些事情，去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方式去省思你在这个地方的各种所见所闻。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些事情。那其实这是去年中元节的时候，然后我就请了我在美浓的那些年轻朋友，大家一起去布置我们的伙房。其实我们就是几个小女生，然后就是很简单的去做一些事情，希望去透过这些方式，让家族人就对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啦。
那其实那时候搭了一个这个很有趣，就是一个我把老照片收集到的老照片，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布幕里。我称这个是一个回忆电视墙，因为长辈们都说他们在以前的时候在美浓，就是可能很多人家里只有一台电视，大家都会跑去看嘛，所以就觉得那如果我把这些老照片如果都放在一个像是电视这样子，大家可以坐在前面这样子看，然后去回忆。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再现啦，可是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坐着，大家都这样子，可是也是还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其实祭祖的时候，很多空闲的时间，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会有交流，可是这个时候大家会彼此邀约说，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一群人跑去指指点点说，以前谁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啊，谁在这里干嘛，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在那个祭祖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让大家会有更多的那个媒合交流的机会。那其实这也是，其实我们很多年都没有那种大合照，然后也是我开始去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祭祖的时候来拍一下照吧，这样子。那我那次有装点了不一样东西嘛。其实我们老家，它以前是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我们家以前是一个望族啦，然后曾祖父是以前庄长，可是后来在切马路的时候变成铁皮屋了。其实大家对这个家都很没有自信。那我自己就是帮它装点了一下，然后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这个家族还是很有内涵的，就大家其实还是很认同这个地方，就大家不要太放弃这里这样子，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凝聚力。所以我就是顺道把那个伙房稍微的装点一下，让大家拍合照。然后每次你去祭祖的时候，就把那个合照发还给大家，其实大家都会好开心哦。就是大家其实很喜欢拍照，只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做这件事情都是很希望让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对宗族的认同，然后可以你更多元的包容在这里面的所有人这样子。可是其实美浓的社会，其实很多农村社会都是，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一个家族嘛。然后其实我回去也会发现，他们很会注重那个宗族，就是譬如他会问你是哪边的人，然后我就会说我是柚子林的林家，越南的林家的济南堂，然后就是他还是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一个社会的模式，然后。其实我光回去做我自己的家里，但其实我也很想了解到底美浓的青年，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家族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样。那其实这是这个有间书店在美浓的板条街上，从去年6、7月的时候，6、7月的时候，对，开始就是就是开工大吉，就是打开的一间书店啦，独立书店，然后中间是老板娘，然后他其实是很希望让美浓的青年有一个晚上可以去的聚会的场所，然后也希望可以促进美浓的青年就是读书的风气。那其实像我们这些青年人大家真的都是偶尔回去，可是听说有一间书店都会走进去晃一晃，然后那老板娘就会就是记录大家每一个人你可能会什么，譬如说我是空间专业，譬如说这个人是设计常才，那个人可能是经济背景，他都会记录下来，他就把大家串联起来。那我们就其实趁着这次就是除夕过年的时候，大家回去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市集，叫做春日迷农后生音乐市集。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趁就是过年这几天赶工，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就是才会回去嘛，然后就每天在书店做到半夜，做美工啊，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在那个美浓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让大家更关怀这个土地，所以我们办了这个活动。那其实那天来了非常多人，中间这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那个美浓的一名独立歌手叫黄伟杰。那他那天也就是去表演了这样子，然后台下坐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我们有一些桌游啊，然后有市集啊，然后也有就是写一些祈愿卡，然后其实老少咸宜啦，就是大家都聚集在那里，因为过年就是大家回去你也没有地方，就大家在家里聊一聊，可是出来走走的时候来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合。譬如说我们宗族的人啊，就是我之前不是去访谈嘛，就很多长辈就跟我介绍他们家谁在外面。后来我在市集上就觉得，这个姐姐就聊一聊天，就发现，原来是我们家伙房的人，然后我从来不认识她，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又有了另外一个媒合的场所，这样子。现在农村老化的问题其实非常严重，就是包含我这次回美浓去，其实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是青年人到底去哪了？我们是不是回去家乡，其实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好好的生存，然后你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人陪你，然后你也没有资源好好的待在那里。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回去没有办法回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那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各种尝试想要怎么回去嘛。我之前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各种论文看美浓相关的议题，可是真的是没有机会。后来是因为政府机关有这种计划案，然后我去标了以后才回去。那其实回去了以后，真的就还是碰到老年人，那青年人
要怎么在里面，都还是一个我在思考的问题。那现在的话，慢慢会发觉，其实有些人很有勇气的回去创业了，譬如说书店的老板娘，她在那里创业，她希望更多的空间可以给年轻人去做他们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现在也试图去再串联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回去嘛，譬如说我们透过一个一个活动，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认识，然后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让大家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我们组织起来变成一个团队。然后去关心这个地方，然后每次回去都会觉得美浓变化好多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这条路就变成一个可能开了停车场，那条路可能就什么房子拆掉了，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在哪里发生的。那我们就很希望透过这种组织的方式，我们去重新关怀地方议题，去了解可能未来这里发生什么事，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你重新去当这些人在决策的时候，我们想要试图用一种力量进去，也表达我们的声音。所以这是我在进来以后。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跟我也受到的一些启发，我觉得是有一些可能的。如果当你有勇气进去开始做这些事情的话，这件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就像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原本也真的以为会就是没有人要来，就是春日，可是后来发现我们在那里，我们开始试图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开始试图去宣传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啊、邻居啊什么，大家都会很多人来捧场，然后经过人都会来跟你说啊加油，然后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很棒，然后很好这样子，其实这都是一直在勉励我们，让我们去做更多有勇气的事情，然后更多我们想关怀的事情，真的去把它实践起来。未来的话，我们就也是更希望说，可以有更多年轻人进来筹组，然后这个组织，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开启更多的可能性去跟长辈们协调，去了解他们以前的历史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的现况是什么，那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以前生活过的人，跟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试图回来人一起去就是讨论未来我们这地方的可能，我们未来一起去创造这地方该有的样子。青年返乡啊，虽然你可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会是一个很大很难的事情，可是只要你开始做，它就不会那么难。我们这些青年其实最想要的就是透过我们去了解地方的历史，你可能跟家人、跟长辈去聊一聊以前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现在慢慢回去走一走，了解，这地方是什么，那地方是什么，去创造一些在这里生活的经历，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些长辈一起去讨论美浓未来可能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未来我们一起去改变什么。那其实最后面这个就是我们在市集里面的祈愿卡里面，这个刘老师就有特别说，美浓后生可畏，就是在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大家都是很有勇气回去一起共同创造一个美浓更好的未来的一些人。然后这是他给我们的加冕，我们也希望抱持着这个加冕继续努力。谢谢。